今年4月开始，电钱平均是起11%，一般的客家逐个月用电700度以下的电钱起3%到5%。虽然国民党伫咧提出电钱卖起的提案，伫立法院表决通过，不过经济部表示，电钱制定要依照电钱审议委员会决议，所以4月电钱同款会照起。到底咱台湾的电钱算贵也算俗咧，无起价会有啥物影响？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请上营来委员说分明。是主播，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上营。今仔日咱要关心的就是这电钱到底是要起也是唔起的。其实有真侪人讲，咱台湾的电钱伫世界算讲是正俗的。咱就来看这张世界的排名。伫世界排名来看，无论是自体用电也是工业用电，排全球上界俗的第一名就是马来西亚。也若伫自体用电的部分，排第2俗的是中国，咱台湾颠倒是排伫个第5名，韩国是伫个第7名。伫个工业用电的部分，咱台湾是排第3名，第3俗的国家。也若中国是第5，韩国是第6名。那照这张图看起来，其实韩国无论是伫个自体用电，也是工业用电的部分，拢是比咱台湾还阁较贵一丝丝啦。所以咱特别摕这个韩国甲抽出来做一个比较图。台湾若甲韩国相比，伫个2024年调整过了后，台湾自体用电一度是2.7块，起7.1%；也若韩国的自体用电一度是3.9块，起49%；也若伫个工业用电的部分，台湾一度是3.8块，起44.7%；也若韩国因的工业用电一度是4.5块，起87%。其实，若照这张图看起来，台湾甲韩国，无论是伫个电钱，也是讲即个调整的趴数，这趴数所比起来呢，咱台湾其实拢是起无介偌济。因若这起的原因到底是啥物货？咱会当看到讲，就是因为战争甲冲突，互即个国际燃料的价销大起。其实，伫个2021年的时阵，台电还阁是有趁钱的，也毋过2022年煞发生俄乌战争，也阁有刷落来2023年的以巴冲突，颠倒互台电是大了钱的。所以即马经济部就提出即个电钱调整的方案。即个方案主要就是要针对产业用电的大户，主要是起25%这么济。也若一般农企业，也是讲学校，甚至讲是即个社福机构，其实因是袂起的。一般家庭用电，若准讲你这一度电哦，一个月用电伫个330度以下，也是讲你有开即个细间店头，一个月用电伫个700度以下，其实是料啊的起价，也就是起3%。也若一般家庭用电伫个一个月700度以下，其实是调无到5%的。也毋过现主是即个电钱调整的方案，煞伫个4月30的时阵，互立法院来通过即个表决，要甲冻好调，甚至想要来修法。有立委就讲未来咧，这电钱调整的方案，都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，才会当来施行。这也显示讲未来即个电钱调整的方案，到底是要由啥物人来组织？其实也阁有真大的讨论的空间。以上就是今仔日来解破新闻，咱即马甲现场交通由主播。